美國總統川普佇咧社群媒體刊文，講攻擊伊朗的目標是差不多攏已經完成啊，考慮要來結束軍事行動。佮強調講，美國無需要荷姆茲海峽，這條航道的安全就應該交予使用的國家來負責。川普20日家己的社群媒體發文，表示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的5大目標，會當講攏已經達成，像徹底卸除伊朗飛彈能力、摧毀國防工業基礎、消滅伊朗的海軍甲空軍、阻止德黑蘭有核武能力甲保護中東盟友，考慮一步一步結束對伊朗的軍事行動。伊也強調，美國用袂到荷姆茲海峽，這條航道的安全愛交予使用的國家負責。We're doing very well there. We're doing very well overall. We don't use the strait. We don't. The United States. We don't need it. Europe needs it. Korea, Japan, China, a lot of other people. So they'll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on that one. 川普這段談話，互外界解讀是，美軍會縮減對伊朗的軍事行動，也閣佇發出一條大文政治點睛，伊才拄啊排除停火可能，閣對監視部署地面部隊保留空間。另外，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當日發布的報道，指出美國國防部當向中東地區徵派3隻軍艦，甲數千名海軍參陸艦隊士兵。另外一方面，英國斯凱爾政府20日內閣會議決定，徛佇維護航行佇荷姆茲海峽船隻安全，允准美軍使用英國的軍事基地對伊朗的飛彈基地進行攻擊，也過英國有緣未參與任何打擊任務。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佇 X 發文表示，允准美軍使用英國基地，就是參與侵略。伊朗會行使自衛權，佮警告英國首相斯凱爾，伊的決定是將英國人的性命放佇危險的所在。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。